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那安尼我看，也只有朱姑娘甲白姑娘最可疑咯。也毋过，迄以酒干仔婿的身份，两位姑娘无可能做出这种代志啊！啊无吼，麻烦媒人姊嘛，你搁介绍较详细的啦，阮哦永远就过来搅搅你一撮。哎哟，我也着搁想，我目睭开过吼，我着听好将咱连江县每一个姑娘的家庭背景，拢讲互恁听。啊，若除非讲是按外地拄啊搬来，那安尼我着毋知啊。对啦，啊，着像拄则两位甲我买迄什么100只祖母鸟，迄两个姑娘无？迄哦，我着将来拢毋捌看过因啦。哦，迄两个阮了解啦，因两个即马是伫小等，迄谁讲咱对伊有了解？咱除了知影伊的名，其他咱一无所知啊，敢毋是安尼？行，咱等去问咱阿娘，看小平甲小琴因的来历到底是安怎？媒人姊嘛，啊无温馨故事，故事。啊，那恁顺行啦吼，无送啦吼。哦，安尼想到，就是前啊有一寡人吼来闹咱的店，啊，佮甲安娘甲吴桥因老母拍着伤啊，啊，煞咧阮两个吼去衙门讲去认看是毋是乌龟遐下骹手人，啊，伫半路熟识呢。半路熟识哦。是啊，因讲要来连江县找亲情啦，啊，身躯债的钱哦，拢用完去啊啦，啊，佫无找着因的亲情啦，我就想讲哦，查某囡仔人可怜啊，啊，毋知请伊来咱兜吼小住一下安尼啦。啊那安尼，伊毋着外地来的人啊？是啊，外地来的无毋对啊。哦，外地人，是住啥物所在？伊的背景安怎哩？这吼，我无问小平，我嘛毋知影咧。哦，那安尼就来历不明咯。啥物咧来历不明啦？人迄小平哦是一个查某囡仔人，查某囡仔人，你哪有可能去做啥物歹代志？哎，讲甲你哦，你这个囡仔，安尼吼自从做捕头了后吼，逐工就安尼移东移西。毋是啦，阿娘，南大岛昨暝发生重大的事件，一队巡逻的官兵全部被杀，连庄营内的兵被盗也被偷，州府嘅航门各地要查嫌疑的人，根据留在现场的脚印来判断，真有可能是两名女子呢。哦。嘿呀，随无反应啦。小琴的啊，小平啊，安怎？是小琴失踪去哦。阿娘，阿娘，
小平嘛无怪呢。有问题。是共款，你看排到遐哩，大家拢去边去啊啦！快紧啦！一声饱嘞，食到肚底啊啦！人客讲啊，是要买偌济油啦？来，我来谈。唔是讲一个人免费送5斤油。对，你家讲的啊，啥物上食到米啊？是你家己打的。当阮哪有大声啦？这是好消息。社区油行为着敦亲睦邻，希望大家对我社比安多多支持爱护，决定一个人免费送5斤油，紧来排队，囝若无失去这个好机会，补头社比安敬上。对，这你写的，对，这你写的。听够啦。要是死囡仔呢，变这出来啦。无啦，这毋是我写啦，我哪会去写这？毋是我啦。对啦，阿娘，我无做这种代志，这毋是我写，绝对毋是我写的啦。毋是你吼，我嘛知影毋是你。迄吼，毋来倒一个食饱收营啦哈，安尼变鬼变怪，无代无志，我一人送恁10斗米哦，我都无要准备哦破产，讲我规件好恁嘛无够。阮唔管啦，反正咱人拢够啊。今仔若领无油哦，免想要以后阮对恁囝社比安的支持甲爱护。对，我来大家较冷静的，啦，听我讲者啦，安尼啦，为着阮囝的人缘啦，要爱大家来甲支持甲爱护。今日是讲我这间店会倒，也要好倒啦，剩饭的啦，大家排好，来甲领10斗米。来，哎呦，小查某尔，你手跛了别人醒，人咧排遐长哦，迄是要甲你领油的啦。哎呦，这的人哦，无亲像你安尼啦，遐尔袂慷慨袂巴结，要领油来，跟我入来，行。为着我无去嘛吼，就来靠我做人嘞。10斗米啊，10斗米啊，行啊，入来。一定要有俩语言，大家撑。这声吼，社区油行甲办个米行吼，绝对破产。社比安甲办无去吼，买哭都无目屎。毋过，我感觉咱安尼做，敢袂伤超过。假使若去互社比安，甲办无去囡仔囝尔，知影这件代志是咱做，若安尼后摆，总惊咱嘛免想担领导的嘛。对啊，我煞无想到啦。哎，当代志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我会互你害死啦！逐摆拢受着你的连累。哎呦，你快去想办法啦！想袂到迄个社比安尼甲黄无救，两个人表面看起来是安尼一苦对对，其实因的脑筋阁袂歹嘛。因两个遮紧就发现咱，确实真正是无简单。行啦，无咱紧来去迄鸟店找迄个大姑娘啊。因梦才要来掠鸟，啊！你两个那用油，遮尔啊赶紧就要滴啦！我忝死！我问的原因啦，你问遮侪要创啥嘞？啊，问题是吼，好拢时啊拢是遐拉吼，掠鸟来阮兜服务咧。啊，你即马雄雄叫我行遮尔远的路，啊陪恁去掠鸟，啊我这找路工是要对象讨咧。哎呦，妹人婆啊，我知吼你足快来走的啦，所以吼，这你免烦恼，阮会报你。哎呦，有影哟！哎，你都莫过去的咧，哎，我这行路偌忝的咧，哎，我这大个人行路足忝的，你莫过去的咧吼。好啦，妹人婆啊，有偌济算偌济就是啊。来啦，行，不用你说，行较紧嘞。小等，我即马想到，啊，你即马雄雄，敢要伫遐什么100只的啄木鸟，我是毋敢甲你保证讲，迄货拢有齐全哦。好啦，行啦。哎，行较紧者啦。哎呦，你知我大个人行拢爱看死你拄则咧讲啥物100只的啄木鸟，就是毒柴迄种啄木鸟啦。对啦，啊，因迄鸟有啥物作用啊？我想，咱等下来看啦。
好啦好啦，免说多谢啦。当你搁咧摆安怎？你是无看无味啊？吼？啊，无啊。当你哪个人咧排队啦？我就阮阿娘逼我来排队的，你来甲我比。哈！哎呦，这个查某有够假的啦！哎，无你等下是咧创啥哈？是阮阿娘逼我来排队，甲俺领油啦。啥的啊？哎呦，你这个查某啊，你算盘阁真够点的哈？安怎？甲你学的啦，你嘛是共款啊。也毋过哦，阮的油哦，拢已经分完去啊啦，歹势吼，你都无即个福气头领啦。阮厝的米吼，嘛拢无剩啊啦。是讲吼，我无像你安尼啦，安尼鸡仔长、鸟仔大，遐尼啊无度量。阮斗起来，我安尼涂骹扫扫的吼，轻一寡用通互你煮暗。你小查某，来咧，我跟你讲，等恁阿爹若对庄脚收土豆倒转来哦，你就甲恁阿爹讲，叫恁阿爹哦踮遮，甲我起一个墙呀，起互你滚滚，甲迄个番鸡咧臭点名哦，甲我围起来，要若无哦，我看到迄人洗手呀。哎呦，无救的啊！你哦，等恁阿爹若庄脚收请甲转来的时阵哦，叫伊随去甲我叫20尾西公转来。娘西公，阿娘，敢都爱遐做？你实在有够讲呢，坐土才有份啦，安尼才有够力啦。叫伊转来吼，安尼全力施法，互隔壁这间写死写定这间油行吼，互伊一暝就倒店。写你去死啦！安怎？若讲20尾西公哦，是要算啥？哎呦，安尼，等下吼，咱来去迄个大空人坡遐去买1万只七鸟啊，转来饲，有哪甲饲互大啊食。到时啊，若看因的店门若开哦，就放1000只鸡食因兜的米，免10天哦，就甲鸟倒掉。你甲去倒啦？你甲去倒啦？你来，你去倒倒，你阿娘，吃咱卖。小查某，你小查某，小袂惊。阿娘，咱的米吼，拢互人免费领甲空空，咱敢样阁有本事头继续做生意？你也都对，安尼哦，即声对恁阿爹有较歹交代啦。阿娘这吼是一张银票啦，这阿娘的西客呢，你吼摕去集庄的换现金，等恁阿爹若转来的时阵哦，甲讲这就是咱卖米摊的啊，安尼知影无？哦，阿娘对阿伯平常咧拍爹就是，我知。其实阿娘对阿爹吼，佫不了有尊重哦。好啦，进去啦，讲遐有诶无诶。好啦，进去。天下白女心，为着要顾囝吼，厝内佫较吃亏诶，嘛无啥物通好怨才。你是怎样大胆刁民啊？竟然无缘无故来拍山子，你想要做玩笑啊？你竟然连白米甲油内底下倒，我老妹害死！定生活
马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你学定中昼的时阵，你食到咱这边你加油，将来中途爱为个翘去。无人这种代志挂车你就加拍，哈！来你啊！来，将下坡头插到衙门。是，阿妈。乱吵吵！阿妈，阿妈，阿唔是啊，是啊，阿妈。你是安怎啦？别安尼啊！别安。大夫，你看。大夫，下坡头后脑受到重击，恐惊会变成插头人。插头人，环坡头后珠一嘴，恐惊的嘛无再阁出声讲话。即马只求老天的疼惜，看有啥物奇迹出现。恁来一个人送大夫转去。哦，操蛋我啊！大夫，请。大人啊！我看这个代志吼，上好是莫互下坡头因老母知影。是。还阁有环坡头因老母的代志，我看上好是莫互伊知影较好。是。是啥物人？甲咱两家有遮尔深的关系？无代无志讲咱要免费送米甲送油啦，啊，心肝有够凶，都倒来去害死别人，才来侮辱咱。将来若互我知影，我绝对无要放伊煞。母舅的，无你是咧讲啥啦？小琴，小平，你是讲小琴甲小平？母舅的，母舅的，母舅的啊！怪怪哦，恁对来去啊！咱全部拢甲放生，无毋对，只要咱会啊将100只的祖母鸟拢总甲伊放生了，咱就会用转去故乡了。嗨！
自我卖鸟啊吼，甲你当阵吼，嘛捌讲一捆安尼卖100只迄啄木鸟，哎，一摊吼赚得过哦，我食迄规年冬啊拢免烦恼，哎呦，足好诶，足好，哎呦，哎呦，足好足好。妈母啊！哦，是送你菜肴，啊，有啥物代志咧？我请问一下吼，今日来甲你买100只的啄木鸟，迄2个可能呢？哦，啊，我著叫到因，啊钱摕，啊我著甲伊分手啊。哦。伫什么所在甲伊分手的？要遐侪只啄木鸟，要创啥？啊，我就是著甲恁2个捕头讲过啊，听伊讲因买啄木鸟吼，讲要做药啊救人啦。啊，我吼将鸟交互因了后，著甲因伫迄东城外的高山坡分手啊。高山坡啊！我走去，我错咯。奇怪，咱群众伊半工，啊，因2位姑娘，因也毋是做啥物歹代志啊。是啊，啊，因买迄种啊是放心做功德，是好代志，毋是歹代志呢。啊，毋过，因拄则讲啥物谢必安甲范无救，开始伫怀疑因，啊，到底是伫怀疑因啥物呢？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姑娘，因也毋是做啥物歹代志啊。是啊，啊因买迄种啊是放心做功德，是好代志，毋是歹代志呢。也毋过，因拄则讲啥物谢必安甲范无救，开始伫怀疑因，啊到底是伫怀疑因啥物呢？我们哪会知影？嘿，朱姑娘，朱姑娘，你会食吼？啊，拄啊，拄着恁啦。是啊。二姐，啊，倒去啊2个吼，英明佮伟大的谢捕头甲范捕头，啊，佮怀疑阮吼，安尼杀人劫物啊，啊，当作佫是嫌疑犯啦。唔只喊我即摆咧无家可归，伫咧这荒郊野外咧流落啦。哎呦，朱姑娘，你莫安尼啦，来啦，我甲你讲，唔知？啊！谢必安，你插头人哦！我叫啊！别！即摆我大拢知影详细，念到听到啦。是啊，大家有交代啦，叫阮即摆莫安尼讲啦，较袂互因相信。啊，讲啥？煞唔知影吼，咱嘛叫一阵扑面哦，活活拍死。啥？我哪有叫拍死哦？啊！你咧讲啥？我唔知你啥物意思啦。怎？无啦，你那娘哪有安怎？你那娘真好个啊！啊，是啊，好，你那娘真好，无代志，真好困，一次困啊，一直困，怎困尔呢？哎呀，真好啊，真好。我叫啊！人哦，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2位捕头，甲互咱咪会发生这种不幸？阮哪会知？来多一个死无人靠，去冒充阮2个破的名啦，啊去行路世界大故事，什么咧社旗游行，咧游要送人，什么番茄米店哦，无钱要送人食，啊结果吼，为社旗甲番旗啊，领油领米转来哦，去厝饭店后，大家拢中毒，食死足侪人的，大家都气到要死，走去因店的将2个捕头甲骂着伤啦。啥？要我唔能安尼尔咧？
搁另外一群人哦，走去黄旗美店，规间将我弄甲杨姑姑无大劲哦。迄越南某，就是安尼伫美店活活去互拍死的啦。我就是坐过好手啊！伊啊，我即摆当然是免做啊！别啊，我叫啊！别安尼跌倒，别！那，我来看拢无哈。警察，伊也唔见讲起来讲，拖到乱走呢，紧来，快点紧啊！紧扫啊，对不对？迄个腿掉去，你腿掉去啊！嘿，大弟，安尼对无？做了真好。嘿，保救！我本来吼无出车，可你也会怎知影？我今日医术袂调。你较坚强者，黄毛头，你安尼伊，人死都袂用好心，你安尼伊。黄毛头，出马了！拢是我来写，不叫，请你来原谅我。朱姑娘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哎呀！不叫，我开心。朱姑娘，朱姑娘，大林啊，万你若家己做啥变喏？哎呦，安尼都晓用咯。大林，安尼啦，我这个回来下坡头兜吼，家先个看卖一下啦。好，你去。因为发生这么多代志。昨暗半暝，咱一连发生这火烧山的案件，到即马为止呢，也完全无法度调查出来。即马州府大人已经紧急通令，要伫各县呢卖。大人啊，互我哦照村了讲一句话。你讲，听讲哦，不止甲咱福州的发生火烧山的，而且哦，泉州、漳州、汀州哦，今仔早起哦嘛传来发生火烧山的代志呢。也毋过算起来，咱福州发生上界罪行，尤其个代志上界严重是安那，咱真侪种个福山的山头，即摆还伫烧，火势也无法度控制。大人啊，哇，安尼这条大贴的呢，真正代志袂细条呢。咱福州的福山，就是咱朝廷会使讲做战船上顶的材料。啊，这些若叫烧了了吼，我看咱的水师啊，会元气大伤哦。是啊，所以咱一定要较紧的将这恶毒抓起来。若无代志搁安尼继续发生，恐惊调调，会要咱的人头，你知无？拄啊发生哦，南大岛官兵被杀，兵被夺被偷地的代志。啊，即马啊，搁发生离奇火烧山的怪案哦，其中哦无得讲哦，有啥物牵连哦？我嘛安尼咧想，啊，袂遐拄好这个时阵，咱两个堡的哦发生遮大不幸。嘿，我看哦，这关系咧衰啊！靠背啊，衰，水大头啦衰，也袂啊呀。妈的啦，我看等下咱两个吼，安尼去城隍庙遐拜拜，保庇甲咱斗保庇，也若无吼，还是换咱两个哦，衰惨了。你乌啊随你，无衰嘛去互你讲个衰，行啦，也袂啊呀，行啦，好啦，你行啦。过来啦！即马应该是烟火盛开的时阵啊，假使阮来当转故乡，安尼毋知要偌好呢。啊，这两个敢毋是小琴啊小平？我来问看。姑娘，你啥？我问，你是毋是较早伫咧社里？甲范丽美行斗相共的小气，
甲小平，你哪了解咧？我搁再问，你是毋是咧设计院内底的球，甲环球美行内底的美黑洞，是毋是？既然姑娘就遐尼啊了解啊，何必搁加问咧？正是恁做，为什么？设计甲环球，甲恁到底有啥物关系？无啊，只不过是谢必安甲范无求对阮两个人起了怀疑，所以我必须要将因两个低调的，也当我明仔载暗，阮有真重要的代志要进行，以免破坏阮的计划。你又别讲，你知？只不过是要90只的祖母，再去山顶放生利益，算啥物重要的代志？那安尼你昨暗偷偷跟踪阮，无毋对。安尼你是毋是亲目睭看到阮将祖母娘放生咧？正是。那安尼你该死！就因为我亲目睭看到因放生祖母娘，你就要将我说恁袂巧？无毋对。那安尼，照我店的头家娘，伊嘛应该知影这件代志。你是安那毋通？敢讲，伊甲你是共党的？毋是，迄是因为阮还阁有其他的人，将来阮要阁好好啊利用伊，所以阮才暂时了伊活命。既然你拢交出，阮可能我跟你算。你这算啥物邪术？我这毋是啥物邪术，我这支剑叫做阴阳剑。安那，你要甲我算正式？啊那安尼，今日你该死！剑哦，平日乱佚佗的是足危险的呢。来，互我吼。这剑摕喺手的佚佗吼，会去伤着人，你知影无？你即摆在讲啥？是。你是要？你唔通死落啊吼！我今日来叫赵有春的吼，你唔通死落哦！你死了，你小等者吼。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剑哦，平日乱佚佗的是足危险的呢。来，互我吼。这剑摕喺手的佚佗吼，会去伤着人，你知影无？你即摆在讲啥？是。你是要？你唔通死落啊吼！我今日来叫赵有春的吼，你唔通死落哦！你死了，你小等者吼。
难的啦，无看风暴的啊。我嘛唔知影，头拄伊就伫哎呀啦！什么代志啦？我的剑去互别人抓去啊！少年，来买你啊枪，这只袂大款啦，哎呀，想唔到会啊，来，少，别想了，真好食，你啊枪呢？袂啦。我实在物啊，今仔生意真歹，你啊枪嘛，呀，哈哈，少年嘞，来买一箱，袂歹食，你交朋友真水哦，这只嘛，这只嘛。喂，你钱免还我，你会做这你啥物要够叫你搁走，你又够苦呢，无你一套的呢，唔爱，我那么地公六小啦，你甲我买物件，你免钱还呢，唔爱，过来你唔得，我哎呦，你有够好打呢！你敢拍阮下波头，全世界你上好打哦。波头波头，无紧，是嘞啦，我唔知讲你是波头啦，我来讲你是土匪咧，我想要讲伊是贼头啦。贼头？你讲啥？你啊贼头？不，是，我讲唔对啦，无啦，拄则伊用甲买李亚糖啦，无钱互我咧，就误会啦。是偌济钱啊？2文哦！哎呦，早讲嘛，我互你。免，什么免？无啊，爱咯，咱2文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上好是乖乖啊，甲我含要食，若无，我是会将你送出海哦。你知无？你啊签嘛，你啊签好食，你啊签哦，囡仔来食吼，皮是白包包幼绵绵啦，若查某人来食哦，好，你水当当哦，加到偌少年的了，好了，买你啊签，买你啊签，别别讲，我晒这去啊，等。哦，你即摆，你甲我买物件，你是免着，真啊？无钱？我今仔是真衰了，拢拄着这个安尼啦，买物件免拿钱的。好，你若唔拿钱哦，我甲你讲，我找你关只，过来，遮拄好车官钱，我去甲官做过车啊。这人够苦呢，讲安尼甲我买你啊糖啊，要做酸啊，唔拿钱呢。唔爱，佮拄啊咧变解啥？你免拿钱你啊？你看，迄车啊已经起甲咁样甲你扒落来，你讲唔拿钱，真的哎，我讲你知连工款有偌快无？我唔知哩，你唔知啊？报头有偌济你知无？唔知，你嘛唔知啊？伊就是阮报头。哎呦，我看你就够好打咧，进前要拍阮下报头，这回要来拍阮还报头，我看连工款算的，你上高，你上好打。哎呦，无甲你，今仔无好啊，心理就做你袂使。好，即摆撩你啦。你啊糖今仔日是有够衰啦，还是较早转来去好。李亚糖，我上爱食的李亚糖，买李亚糖，买一箱。你要买？
无你是啥物身份啦？啊，要甲你买你啊，听着我身家调查吼。哟，是安怎讲？那看你啊一个啊推啊面哦，我看你也毋是啥物捕头啦。好啦，咱卖你一签啦。来，卖你啊糖诶，人不可貌相，海不可斗量哦。我虽然讲毋是什么捕头啊，但是阮后生这才是大捕头呢。哈，恁后生是捕头？好了，是嘞，安尼我卖卖你啊。不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气死你啊！我前面你啥卖我？你什么意思？免啊怨叹免忧愁，荣华富贵毋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趁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